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嘅影片，我係 Sim Race Sport 嘅 Jason。今日咧就拍呢一條片啦，咁見到畫面呢一個應該大家有留意開嘅都知呢個係咩牌噶啦，全香港真係第一個首試Moza Racing 嘅 CS Pro，一個全圓嘅軚環，標準32cm 直徑嘅軚環。咁佢之前已經有 CS V2 V2P 啦，或者再早啲嘅有 CS 啦。咁其實佢都係一個 CS 系列嘅產品，一級一級咁樣一路進化出嚟。咁進化到最新嘅咧就係而家呢一個CS Pro。咁佢另外同一個家族咧，另外仲有 KS Pro 嘅。咁但係 KS Pro 咧暫時手上未有 demo。咁但係今日咧呢一個咧都係 demo 嚟嘅。呢一個咧並唔係一個買翻嚟嘅貨物嚟嘅。咁因為喺拍片嘅今日咧，貨物咧係依然未到香港手，未到香港嘅代理，即係2000分手上係未有嘅。咁所以而家呢一個咧只係全香港1001個嘅一個廠方提供嘅 demo。咁呢個係2000分借出俾我嘅。咁喺呢度就非常之感激佢哋即係借出呢一個軚環俾我去做一個 review 一個開箱啦。咁希望即係可以俾大家了解多啲呢一個軚環或者 KS Pro 系列嘅軚環啦。雖然而家呢度今日冇喺度，但係個 features 會係差唔多嘅啫。咁但係今日即係要試呢一個軚環啦，因為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新款嘅軚環啦。咁我之前用開嘅係一個舊嘅 R9V1 嘅基座啦。咁所以要試佢嘅時候咧，就必須要我有一個新嘅基座。咁所以我之前舊嘅基座係對應唔到呢啲新軚環嘅，攞到電但係完全讀唔到佢嘅存在。咁所以2000分同埋 Moza 即係知道咗呢個情況之後咧，咁佢哋即刻二話不說咧就即係送咗一個新嘅 R12V2 嘅基座俾我。咁喺呢個時候咧就可以即刻換落去，就可以即刻 review 到呢一個軚環。雖然呢一個即係唔係一個最頂級嘅基座，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係非常之夠用，因為之前我用 R9咁計啦，9其實對於我嚟講都非常之夠用。咁所以喺扭力上面咧，我冇特別要追求到可能21啊、25啊嗰啲咁樣，反而係可以即係有一個新嘅接觸點啦，可以對應到啲新軚環，對於我嚟講咧係最實際。咁呢一個基座咧，亦都用落去非常之滿意，我冇投訴。咁所以呢度亦都非常之感激2000分同埋 Moza 送出呢個基座俾我，做一個少少嘅 upgrade。咁講翻呢個軚環啦，非常之聚手，非常之紮實。同我以前用開自己嘅RSV2 咧，其實揸落去個感覺咧，我唔計裡面啲掣先啦，揸落去外面嘅軚環嘅感覺咧，其實係冇分別嘅。我自己感覺揸落去嗰種紮實程度啦，同埋嗰個重量都係。咁以往喺 Moza Racing 嘅家族裏面咧，RSV2 咁我計原軚先啦，RSV2 咧其實就係佢哋嘅原軚嘅頂級嘅產品。賽車原軚嘅頂級產品，咁但係一路慢慢發展，咁 CS 即係我都唔知點解嘅 CS 呢一個系列咧，慢慢跑咗出嚟，可能係大家覺得佢嘅性價比更加之高啦。咁慢慢跑出嚟，亦都有一個幾大嘅客群咧係支持呢一個 CS， 因為我身邊亦都有朋友用緊 CS 系列嘅軚環，CS 第一代又有 CS V2P 亦都有。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可能 Moza 就覺得我搞呢一個 CS 系列咧，就比搞一個 RS 系列咧更加實際、更加抵玩。咁所以而家咁樣即係發展到而家 CS Pro 啦。我睇落去，無論佢嘅做工啦，無論佢背後嘅掣啦，呢啲所有嘢嘅功能咧，其實基本上同一個當年嘅頂級嘅原軚 RS 系列咧係冇分別嘅，所以我就話我揸落去我覺得好習慣，原因就係佢根本已經發展到好似係同一個旗艦級嘅軚環咧差唔多。咁但係佢同 RS V2 去比較嘅話咧，佢依然係仲有好多新嘅 features， 因為始終佢係新出啦，係咪先？咁但係佢有好多 features 咧，其實已經追到 RS V2， 甚至係追過咗 RS V2。如果 overall 整體咁去計咧，我自己覺得佢而家呢一刻嘅 CS Pro 咧已經超越咗 RSV2， 我覺得暫時呢一刻佢已經可以絕對成為呢一個 Moza Racing 家族裡面嘅原軚賽車軚嘅旗艦產品。咁基本上呢個軚咧，我睇唔出有啲乜嘢地方咧係已經做得唔好噶啦。先由前面開始講起先啦。首先加咗兩個呢個手指公嘅 rotary 嘅。
咁啊一邊係扭 TC 啦，一邊係扭brake bias BB 即係 brake bias 啦。咁呢個咧亦都係幾方便嘅，因為而家講真太多賽車咧都已經係有好多電子成分喺度。你有得校呢啲咧係永遠係方便，因為喺手指公度校咧係好好，你雙手唔需要離開個軚，呢個係好重要。咁多咗呢個掣喺側邊啦。咁雖然以前都會有部分嘅軚環有呢一啲即係手指公嘅 rotary， 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喺 CS 身上都出現咧，其實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咁joystick 啦 ，joystick 純粹個造型我覺得係唔同咗咯。咁但係內喺質感其實即係都冇乜分別嘅，都係4個 way 嘅 joystick 啦，跟住再加可以扭噶啦。咁兩邊都一樣嘅4 way 可以扭嘅。咁佢一樣都可以 set 做係喺個 mouse pit 口上面啦嚇，可以定義做即係D-pad 啦，有陣時係上下左右都係 button 嚟嘅咧。咁呢個係可以定義。咁因為有啲遊戲咧需要你用 D-pad， 有啲遊戲咧係需要你用 button。咁視乎遊戲啦。咁但係佢 offer 咗呢個功能出嚟。咁跟住再落去啦，就到呢啲白色嘅呢啲掣。嗱，呢啲掣當然就其實唔係白色啦，其實係發光嘅，背後係有 LED 發光嘅。咁亦都一樣係可以同以前一樣啦，可以基本你自定顏色啦。咁同埋而家已經係變晒全部即係空白掣緊啦，呢個空白掣咁就你自己貼啲 sticker 上去，咁個包裝裡面有噶啦。咁你唔同地方你貼你自己需要嘅嘢，咁啊亦都可以assign去唔同嘅背光顏色，咁就創造咗一個即係屬於你自己嘅軚環。咁呢個掣咧，亦都係 Moza 系列嘅軚環身上咧，係未感受過呢一種聲。呢一種聲咧係以往我喺 Moza 嘅軚環上面，即係 Moza 不論你貴又好平又好嘅軚環咧，我都未遇過呢一種嘅按鈕嘅掣，即係裏面嗰個鍵組。我唔知係咪有啲咩好處啦嚇，佢哋要轉咗呢一種。咁但係如果你對於以前 RSV2 嗰種咧，咁首先嗰種咧係唔係貼紙嘅，嗰種係上面啲字咧係印落去嘅。咁如果嗰種即係呢個啦，我側邊我有個 GSV2P 喺度，可以俾大家理解下我講緊乜嘢。咁如果你撳得多嘅咧 ，printing 係會磨蝕，係會冇咗嘅。因為以前呢一種撳嘅掣咧，即係呢一種咧佢係成粒掣喺入面，其實個結構都幾複雜嘅，裡面都即係如果假如你有啲咩損位啊，有啲壞啊嗰啲，咁你要做一個維修咧，其實都麻煩。因為呢一種掣其實喺以往其他品牌嘅高級嘅軚環上面咧係有出現過，咁亦都有喺網上面係有人講過呢一種掣換一次，即係如果你翻廠換一次好貴啦，個廠即係如果要收你錢嘅話會好貴啦，同埋個時間都耐嘅，咁因為麻煩。咁所以而家換咗呢一種掣咧，其實我覺得都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嗱，呢4個掣咧真係要講呢四個鈕嘅掣。當我開盒開到呢一個軚出嚟嘅時候咧，因為呢個係 demo 啦，我知道，我心諗乜 Moza 咁急咩？為你出個 demo， 你連個掣下面啲 sticker 你都唔俾我，咁即係我當然知道呢啲係扭1、2、3、4啦嚇。咁我甚至我喺試用嘅時候都未必話咁在意一定要扭呢啲掣，咁但係都未至於急到要俾個空白軚我啫，係咪？原來呢幾個環後面其實係 mon 嚟。好靚，個感覺非常之靚，即係呢一個 mon 仔啦，呢個掣後面擰嘅 mon 仔咧，即刻令到我覺得呢個軚環咧嗰個完美度同埋嗰個高級感咧，真係即刻高過幾班，真係呢幾個環嘅，即係好老實講。嗱，呢幾個環可以變唔同嘅顏色嘅環啦，佢 highlight 咗嗰一格咧，亦都可以係自己揀顏色唔同嘅 highlight。咁所以又係一樣，你可以 customize， 可以創造到屬於你自己喜歡嘅配色嘅軚環。個質感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唔同以往話就咁貼張貼紙落去，呢個係大家都識做，豬阿狗都識做。今次佢變咗一個 mon 仔咁去做咧，成件事係個完美度係高咗好多。多隻香爐就多隻鬼，呢度即係等於有4個 mon 下面。咁如果有嘢壞嘅話咧，咁呢度可能換 mon 啊，或者換乜嘢，可能會造成一個麻煩嚇。但係唔清楚之後會唔會衍生到其他一啲麻煩出嚟咧？唔知有待大家之後再即係有機會買到嚟用啦，用家嘅時候咁就自己知道啦。咁但係暫時咁睇咧，呢隻軚環咧，即係你問我自己咧，我都好中意其實。咁今次呢一個 CS Pro 另外一個最大嘅特色就係，當然就係上面呢一個啦。而家呢一刻我未吉落去啦，所以未着啦。
有個 mon 喺度。咁呢個 mon 咧，其實亦都係今次即係 CS Pro 咧，或者 KS Pro 系列咧，一大特色嚟嘅。因為以往 CS、KS 佢哋都係冇 mon 嘅，最多都只係得一寸可能 LED 燈啦，或者早期嘅就係啲流水燈啦。咁即係做一啲 shift light 嘅啫，或者一啲 ref light 嘅啫。咁但係而家係變咗一個 mon，咁個 mon 咧個質素咧係非常之靚。我冇細心去留意究竟呢個 mon 嗰個 spec 係乜嘢，喂幾多乘幾多啊？喂係 OLED 定 TFT 啊定乜？我冇 care 啦。對於我嚟講，我一個賽車嘅玩家咧，我只係知道佢俾我睇得好清晰，喺一個光猛情況之下，佢依然可以俾到一個好清晰嘅閱讀能力俾我。咁我覺得已經好足夠，同埋佢個彩色咧係靚嘅。個 refresh rate 我知道係60Hz，所以對於一般睇賽車數據啊之類呢啲咁嘅資料咧，其實佢係好足夠嘅，佢唔會有啲咩好 delay， 同埋亦都好問心一句，當你玩緊賽車嘅時候，其實呢一個 mon 你有幾可係真係會實際成日攞隻眼睄住佢呢？其實係唔會嘅。好老實講，你玩邊一款賽車，用邊一款軚環都係一樣，你唔會長期睄住佢。不過你多一個 mon， 多啲資訊去睇，同埋多啲提供多啲視覺嘅衝擊俾你咧，你會玩得覺得投入啲。咁佢呢個 mon 除咗即係閱讀好方便之外啦，咁當然一樣都有 ref light 入面，你係可以自定顏色，呢啲好基本噶啦。咁佢裡面咧其實亦都有唔同嘅 preset 嘅 dashboard 界面喺度。你可以揀佢啲 preset 又得，又或者你自己 customize 去做一個，即係去砌一個屬於自己嘅 dashboard 咧，亦都可以。Pedal shift 嘅部分啦，Pedal shift 我覺得佢今次咧都升級咗嘅。嗱，下面兩個就係 analog clutch 咁，呢兩個冇乜特別㗎啦，呢兩個即係都係以前傳統嘅嘢。咁但係個 magnetic shifter 咧好特別，聽下啲聲。見面到係撳落去係冇聲，反彈上嚟當然你拍埋去呢粒磁石度係有聲啦，撳落去係冇聲。呢個咧亦都係以前嘅magnetic shifter 咧一個弊病，但係而家咧係改良咗，甚至佢呢一個改良咧係已經比佢哋高級嘅軚環，即係 RSV2 啊，或者係新嘅一啲可能 FSR2 啊呢啲咁，嗰個 shifter 部分咧其實都係有啲改良。主要係個靜音嗰個程度咧，佢哋加強咗嗰部分，因為以往最舊款或者相對早期啲嘅 magnetic shifter 咧，都有一個弊病，就係佢哋嘅噪音咧係非常之高。咁但係當然，如果你喺真賽車身上喺個 cockpit 裏面，呢粒磁石或者呢一個 pedal arm 有幾嘈，當然唔影響啦。咁先架車本身就已經係嘈。咁但係如果你喺家居打機玩嘅話咧，咁呢一個噪音咧，你不斷撳咧，其實都可以幾滋擾。咁但係而家呢一轉咧，就佢做咗一個靜音啦。嗱，我見到就喺裏面咧，即係加咗少少啲靜音棉喺度嘅，就方便你係撳耐嗰下咧係靜音咗。咁上嚟咧，亦都係有少少靜音棉，咁亦都即係盡量保持到呢一個 magnetic shifter 咧係有一個幾靜音嘅效果。咁同埋都係嗰種好標準、好 sharp 嘅按壓嘅效果。你一定知道你撳咗係入咗波、落咗波，你一定知嘅。唔會估下，唔使估，唔會錯嘅呢個基本上。咁呢個手感係幾好。咁同埋你再望上少少啦，左右兩邊啦，呢度有兩個開翻個螺絲窿，跟住背後咧就有兩粒掣嘅。呢兩粒咧都係前面嗰種白色嘅掣，不過變咗黑色啫。嗱，咁佢今次呢一個 KS 系列咧係有一個 features 咧，就係可以俾你加呢啲 pedal arm 入去嘅。咁佢當然唔係任你加數量，亦都唔係任你加個款啦。即係例如而家呢度已經係 analog 同埋 digital 嘅掣啦嚇。咁佢唔係俾你加 analog，呢度俾你加多一組 digital 嘅掣，即係好似呢一種咁樣。係啦，咁理論上啊，佢加落去咧就係可以俾你由4個 pedal 就變做6個 pedal 嘅。咁但係加呢兩個咧，我相信一般就係可能講緊嗰啲可能例如話撳 DRS 啊，或者撳其他你需要用一啲手指去撳嘅一啲快速功能。你有需要嘅，你咪加喺後面咯。咁但係如果你話玩原軚，係咪真係需要咁多呢啲功能要喺個軚環背後撳呢？我自己感覺我就未必嘅，因為一般嚟講撳得最多呢啲功能呢，就會係玩 Formula 嘅時候。咁但係 Formula 你唔會用原軚，因為咁但係 anyway 點都好啦，可能係即係而家呢一個 CS 或者 KS Pro 嘅家族咧嘅一個新 features。咁佢係咪究竟加個掣加一支 pedal arm 落去撳呢一個掣呢？
呢個掣其實係咪就係代表嗰個新嘅 pedal arm 嘅功能呢？唔知，有可能嘅。咁因為始終呢啲掣呢 pedal shift 呢啲掣呢，其實佢入面掹晒線呢係插咗落去個底板裡面。咁如果我要俾一個 end user 去自己加呢一個掣落去嘅話咧，加個 pedal shift 落去嘅話咧，咁理論上佢都要解決嗰個信號嘅問題，插線信號嘅問題。咁但係如果你叫個 user 自己插線，好似好唔人道啊，同埋亦都唔應該咁樣做啊。佢一個 user 佢唔應該拆開你啲嘢，去為咗加個 pedal arm 而拆開晒你啲嘢。咁所以有可能就係加一支臂落去，就按壓呢個掣。咁理論上應該咁樣咧就係最實際，因為而家呢個掣咧其實已經連晒線喺裏面個底板度，咁所以就會係有個咁嘅情況。咁但係 anyway 點都好，係咪咁樣做唔知，等之後先至知道。咁基本上都有下面有個插線啦，插線就係俾你將佢變身做一個獨立嘅軚環，透過 Moza 嘅 USB hub 將佢變身做一個獨立嘅軚環，咁就可以抽個信號出嚟直接落電腦。咁你呢個軚環咧，即係只要改翻啱嘅快插咧，就可以用喺其他機座度。快插咧我都想講一講嘅。今次呢個軚環咧，你見到即係其實正面啦已經塞得好滿㗎啦啲嘢，剩餘嘅空間咧可以插隻手喺後面嘅空間咧，其實亦都唔算多。咁所以喺今次呢一個軚環上面咧，我自己覺得啊，你要掹隻手落去後面咧，去掂到呢一個快插去解鎖咧，係比以往困難嘅。你睇下而家我嘅手插咗入去，其實我只係掂到好少部分，咁係比較難去解鎖，因為你呢啲快插咧個彈弓其實都硬，特別係新軚啦。咁你掹落去係要用啲力啊，得個少少手指位。咁我唔敢肯定，即係之後用落會唔會有其他手勢出現到啦。咁但係正統啊傳統一般都係咁樣伸隻手落去掹呢啲咧，就似乎呢個軚環開始咧係難做呢一樣嘢㗎啦，同埋亦都要小心就係咧掹唔到你線手啊，會唔會個快插會回彈啊之類嗰啲咁，即係彈到手或者整到啲咧，我唔敢講。係咁，但係總之就小心使用，但係冇以前咁好使用。但係咧，佢而家呢一款咧已經係即係用翻嗰啲闊身嘅快插，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咁但係點解我講話闊身咧？因為我真係超級唔中意 Moza 咧。以前有一段時間咧，中段時候咧出過一種咧，就係呢一款嘅快插個形狀咧係完全唔一樣噶。最早期就係頭先 CS Pro 嗰一隻軚環，跟住後尾就變咗呢一隻。呢一隻咧又係一樣係好難撳，難撳嘅原因又係佢條邊咧好窄。我都聽過好多網民咧係話，喂，呢一種快插其實個結構係一樣啊，用法都一樣，但係個形狀咧你唔好撳唔好掹，因為快插你必須要係落手指去掹。咁你變咗你唔夠空間嘅時候咧，人哋其實就係難掹嘅。咁但係可能係因為 GT 軚啦 ，size 要細啲啦，亦都唔可以做咁闊啦，咁所以佢就迫於無奈就要用啲窄啲嘅快插。咁但係即係講到尾點都好啦，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中意就係呢一種即係闊身嘅快插，呢一種係好掹好多嘅。我自己喺 RS-V2 上面咧就掹得好舒服嘅呢啲。咁到最後咧重量嗰方面咧就我睇翻官網咧就睇唔到資料住，官網就未有寫呢一個軚環咧係幾重。我暫時手上亦都冇電子磅。咁但係我自己如果憑我自己嘅習慣啦，我拎上手同我個 RS-V2 比較咧，個重量係差唔多嘅啫，接近一樣咯。我會話佢。咁RS-V2 係算係喺 Moza Racing 裏面一個算係重嘅軚。如果你即係想用呢一個軚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就你用翻一啲起碼都 R9 開始啦。9開始嘅扭力嘅基座咧會合理啲嘅。3唔好諗啦，放棄啦。唔係話佢用唔到信號，一樣都係通到。咁但係始終佢已經消耗咗好一大部分嘅扭力咧，去應付呢一個軚環嘅重量同埋呢個軚環嘅尺寸。咁又係一樣。如果你用咗太多力喺嗰度，喺個應付個軚環嘅咧，你得翻冇幾多力咧，係可以做 FFB 俾你用。你揀去谷大嗰個摩打嘅輸出咧，去應付你嘅使用嘅習慣咧，其實亦都冇意思。所以如果用呢一種軚嘅咧，都係我會建議就係由 R9 開始用起啦。5都穩穩地，5到5唔係話唔得啦，又係，但係會比3好啲嘅，3係直頭唔適合噶啦。咁9啦、12啦，或者而家去到就係21、25，咁都會適合用呢一個軚嘅。咁佢裡面咧都喺個 Moza Pit House 度咧都有幾多嘅 setting。
setting 嗰度非常之多，因為包括埋佢有 mon 嘅部分啦。咁我未認真摸齊晒佢所有嘅 setting 嘅，咁但係即係大體上都係嗰啲啦，即係set 下 mon 啊，set 下啲 pedal clutch 啊呢啲咁嘅嘢，咁都幾好用嘅。我自己感受到而家我用咗暫時日零未到2日啦。咁我玩 Rally 咁都其實都幾好用。佢個反應喺一個 R12身上咧，咁其實都係夠快嘅玩 Rally 嘅話。咁所以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幾期待，亦都幾滿意。我俾佢嘅評價亦都非常之高。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呢，咁就記得留意翻之後2000分嘅公佈。咁而家呢刻未有貨啊，因為你問我都想買啊。呢個台我好快就要還翻俾佢哋噶啦。咁但係未有貨，幾時有貨？暫時呢刻我自己都唔清楚。咁但係我評價對佢好高，有貨可能我自己都會買。咁啊，今日呢一個開箱咧 CS Pro 咧，咁就嚟到呢一度為止。咁如果喜歡我嘅影片嘅朋友咧，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讚好影片啊！有問題嘅咧，歡迎喺個影片下方留言。咁最後咧，呢度咧都要感謝2000分同埋 Motor Racing 啦，提供呢啲咁好嘅設備啊，俾我去做呢一個完成呢一個影片，做呢一個影片嘅測試。咁希望大家中意，下次再見，拜拜各位。